今天呢，就是我们要上这个类学呢，就是最后一个单元，就是讲到大理路的第六课，就是浅路还有沉路，在第157页。那就是我们在讲述浅路跟沉路之前呢，那我们先呃稍微的来讲一下静跟有静的关系。那我们知道说一切法呢，所有存在的事物呢，都可以称之为静。那为什么叫做静呢？就是因为称为静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一定有一个能够了知它的一个心智，就是把它作为对境的一个有境。所以呢，它是以一切就是我们在讲说了知或者说觉知呢，能够去了解它的东西呢，称之为静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会把它称之为是静，或者是叫做所知，就是一切法呢，我们会称为静，或是所知的缘故呢，就是为了能够了知它的觉知，就是了知它的心事存在的缘故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就是桌上呢，如果说放了很多的食物呢，我们会说这些食物是要吃的。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叫做要吃的呢？就是因为有要吃的人呢，所以我们会把这些食物呢，按理说是要吃的。所以同样的呢，我们去商场里面呢，对于卖家来说呢，这些商品对他来说呢，就是要卖的东西。因为以这个卖家来说，他本身是卖这些商品的人。那对于进去采买的这些人来说呢，就是以买家来说呢，那这些就是他们所要买的货品。那为什么它叫做要买的货品呢？就是因为买家来说，他是来买这一些东西的。同样的呢，我们在说我们去看电视、看电影，或者说看什么节目的时候呢，就是会有去看这些节目，或者说看这些电影的人呢，所以还叫说可以看的节目，或是可以看的电影。或者说我们讲说要走的人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要去什么地方，要走去什么地方呢，所以称之为是走的人。所以呢，就如同刚刚所讲的这些例子呢，就是因为呢有吃这些为什么叫吃的可以吃的东西呢？因为是有吃的人。那同样呢，可卖的东西呢，为什么称为是可卖的？因为它是有一个有卖的店家。那可买的东西呢，就表示它有去买的这些买家。那同样呢，我们说可看的节目呢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去看的人，或者说呢一个要走去这个人要走去哪里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要走的人，然后就如同这个样子呢，就一切的境呢，就是一定我们说一切法呢都称之为境的缘故呢，就是因为都会有个了知它的有境，就是一切法能够称为境，就是一定会有个可以了知它的，无论说是觉知也好，或是不特切罗也好，一定是有一个能够了知它的有境的关系呢，所以它才称之为境。所以一切法呢都会了知它的有境的缘故呢，所以一切法呢都称之为境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一切法呢能够称之为境的缘故呢，就是因为有以它为境的这个有境。那我们一般在讲述有境的时候呢，可以分为三种，就是所谓的心，还有身、能全身，以及说普特伽罗。那我们一般来说呢，就以瓶子来做譬喻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瓶子呢，为什么称之为境呢？就是一个表示说呢，有正的瓶子的普特伽罗。那正的这个瓶子的普特伽罗呢，那它就是把这个瓶子呢当做它的镜，然后呢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瓶子之后呢，那我们说正的这个瓶子的普特伽罗呢是它的有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正得了这个瓶子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知道说有境呢，就是有境的三者里面呢，第一个呢是普特伽罗。那我们在讲说普特伽罗它能够证得瓶子，为什么普特伽罗它能够证得瓶子呢？因为它的心绪之中呢有能够证得瓶子的量，它心绪中有证得瓶子的量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心呢也是能够成为有境，因为它的对境呢也是瓶子。那我们在讲说古特伽罗呢，他一开始呢，他是如何用他的心呢去证得瓶子的呢？就是他还没有证得瓶子之前呢，要有一个能够诠释瓶子的声音，就是说要有人告诉他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叫做瓶子，然后跟他讲之后，他才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呢叫做瓶子。所以他最初呢是如何证得瓶子的呢？他的分别心是如何证得瓶子的呢？就是透由能诠瓶子的这个声音呢，从耳朵听到之后，然后才升起了哦，原来这个是瓶子的这个心事，所以才证得了瓶子。
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呢，以平时来说呢，它的有境呢就有3个，就是第一个呢，能够证得平时的补特伽罗。那能够证得这个平时的补特伽罗，它是如何证得平时的呢？就是因为它的心绪之中呢，有能够证得平时的分别心，就是能够证得平时的心事，所以心事呢也是有境。那这个补特伽罗，它的心事在最初呢是如何证得这个平时的呢？那就是透由能够诠释平时的声音呢，就是由别人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叫做瓶子之后呢，他才能够内心才能够现起一个这个是瓶子的这种心，所以呢，透有能全身呢，他才能够了解到瓶子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，有境呢可以分为能全身、心还有补特伽罗这3种。那所以我们知道呢，就是以平为对境的时候呢，那它有3个有境。那这3个有境呢，就像刚刚所提到的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第一个有境呢，就是补特伽罗，就是补特伽罗它如何成为平子的有境呢？就是因为补特伽罗它能够去入平子。那补特伽罗是如何去入平子的呢？就是会比补特伽罗正的平子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说补特伽罗它要去入平子。那补特伽罗它是如何去入瓶子的呢？它是如何证的这个瓶子的呢？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正德的这个心，那它正德的这个分别心呢，然后能够去入瓶子。那这个分别心是如何去入瓶子的呢？因为瓶子呢是它的去入境的缘故，是正的瓶子分别心的瓶子是正的瓶子分别心的去入境的缘故呢，所以呢分别心呢它可以去入瓶子。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是能全身。那能全身呢？它为什么可以称之为是平时的有境呢？因为就是透由这个诠释平时的声音呢，我们能够无误的呢知道说这个叫做平子，就是透由能全，就是能够完整的解释，然后无错误的了解到这个东西的这个声音呢，所以称之为是能全身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提到说，以瓶子来说呢，瓶子这个境来说呢，它有3个有境。那有境呢，就是它如何去入，或者说它如何去证的这个瓶子的方式，称之为是有境，就是有境跟境的关系。那为什么要先提到说有境跟境呢？因为我们在讲到浅入跟沉入的时候呢，其实在讲浅入跟沉入呢，就是假如说这个有境呢，它是如何去入瓶子的？它去入瓶子的方式是用哪一种方式去做驱入的呢？然后，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到有境跟境的关系的话呢，然后直接讲浅入跟沉入的话呢，就会很难理解。所以这边呢，就要先跟大家概略的讲述到说有境跟境之间的关系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提到说浅入跟沉入呢，就讲到刚刚说就是有境跟境的关系。那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浅入跟沉入呢？他就讲到说，就是这3种有境呢，它对于自境是如何的去入的。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，就是可以分为声音、觉知，还有说事实这3种。那我们在讲述就是呃显露的时候呢，它一定呢就是在这3者里面呢，它一定是能全身，它有能全身，就是在这3种里面的声音呢，它是属于浅露，然后呢在觉知里面呢分为2种，就是觉知呢还有分为分别心和非分别心这2种，那属于浅露的这个。浅入的觉知呢，就是浅入的这个心呢，它一定要是属于分别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讲到浅入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分为2种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能全身；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觉知里面的呢，分别心的部分呢，是属于浅入。这2者呢，就是在有境的3者里面呢，它是属于浅入。所以呢，就在刚刚所讲的呢，就是我们在讲到说，就是有境它是如何去入自境的方式呢？那就是浅入和沉入这2种。那浅入呢，就是在有境的3者里面呢，就是第一个能全身呢，然后还有第二个觉知里面呢，然后觉知分为分别心和分别心里面呢，它是属于分别心，所以能全身跟能全身呢，还有分别心呢，它在去入自境的时候呢，一定是以潜入的方式呢去入自境。那在讲到说晨露的时候呢，那晨露是在有境这3种里面的哪一个呢？那它是属于第二个，就是在觉知里面。但是我们刚提到说觉知呢，它分为分别心和非分别心。那非分别心呢，它在去入自境的时候呢，是以晨露的方式呢去入的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是讲到了，就是呃
三种有境呢，它在去路自境的时候呢，是用潜路还是沉路的方式呢？那就是以上呢大概的做一个介绍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提到说呢，在解释说潜路跟沉路的时候呢，就是想要说有境呢，它去路自境的方式。那刚刚就提到呢，有境里面呢，就是能全身呢，跟在觉知里面，就是属于分别心的觉知呢。那这两者呢，它在去路自境的时候呢，是以潜路的方式。那觉知里面的非分别心呢，或是无分别心的部分呢，它在去路自境的方式呢，是以沉入的方式呢作为去路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在讲到我们听到潜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有境呢，要么就是能全身，要么就是分别心。那在讲到沉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时候呢，一定是在讲觉知里面就是非分别心的这一部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。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就是能全身呢跟觉知里面的分别心呢，它是前路；那觉知里面的无分别心呢，或是非分别心呢，它是属于程度。那这个呢是已经可以确定的。那我们在讲说有境呢有分为三个，那第三个就是普特伽罗。那至于说普特伽罗呢，它到底是属于前路呢，还是属于程度呢？那在这方面就是各个大的程序的方式呢都不同，然后有比较大的争议。所以撇除掉普特伽罗这一点呢，我们在讲到说潜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说，能全身呢跟分别心呢一定是潜入，那非分别心呢它一定是沉入，就是这三者呢我们是可以确定的。那我们在就是大概的了解了潜入，就是有境跟境的关系，还有潜入、沉入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正文，就是第157页的地方，那就是讲说潜入和沉入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提到说，于自境以言之力去入呢，是潜入的性象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提到说，什么叫做以言之力去入呢？那我们就讲说，比如说以直持平直的分别心来说的时候，直持平直的分别心呢，它是如何显现平直的呢？就是它是以言之力去入的。那什么叫做以言之力去入呢？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呢，它就是用遣除的方式呢去入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以言之力去入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，就是在讲潜入跟沉入的时候呢，那就以平直这个境来说的话呢，我们会提到说，就是在讲到有境的时候呢，可以分为说，就是能够诠释平直的声音，还有说像是正的平直的分别心。那能全平直的声音，就是能全平直的声音，还有正的平直的分别心，这两者呢是潜入。那正德平直的演示呢，它因为是非分别心的缘故呢，所以它是属于程度。那这边呢，这三个呢是我们要先了解的部分。大家看到人们切的手指吗？你们呢看得到人们切的手指呢，但还是有一些差异。就是对人们切来说呢，是前面的地方呢，对我们来说呢是后面。那对我们来说是前面的地方呢，对人们切来说呢是后面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讲到说，就是瓶子呢，它是静的时候呢，那属于潜入的呢，就提到说能够诠释瓶子的声音。那能够诠释瓶子的声音呢，就提到说，它既然是潜入的话呢，它就是对于自静瓶子呢是以言之力驱入的。那以言之力驱入的方式呢，我们就讲到说是用遣除的方式驱入。那什么叫做以遣除的方式驱入呢？就以瓶子来说呢，就是瓶子它本身呢。它有很多的别法，就是以平直来说，它本身是属于所别的事，就是它是一个，那它之上有很多的特色，那这些特色呢，比如说我们讲说平直的，像是平直无常、平直的所作、平直的事物，那平直的有法，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平直呢它的特色，或是一般我们说呢就是它的能别法。那平直本身呢是属于所别事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说呢，平时呢它是属于就是所别事，那它的这些特色呢，就像刚刚所讲的，就像平时无常、平时的刹那性、平时的能生性、平时的有为性，然后平时有的这些特性呢，都是属于平时的，就是所别事。那
就是它的特色。那我们就讲说，为什么能够诠释瓶子的声音呢？它是属于潜入呢？然后潜入就是言之力去入。那言之力去入的方式呢，就是用遣除的方式，就是遮止掉的方式去入。那为什么叫做遮止掉的方式去入呢？就是我们在讲说能全凭着声音的时候呢，就看刚刚所比的，他的手呢，一手呢是表示瓶子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是的5根手指头呢，就是表示呢凭着它的这些特色，就是凭着这些能别法。那我们在用能全身去入瓶子的时候呢，它是遣除掉哪一些东西呢？就是把瓶子的这一些能别法呢，就是这些特色，无论说你是瓶子的无常也好，瓶子的无常性也好，瓶子的刹那性也好，瓶子的有为性也好，瓶子等等，就是这5种特性呢，就是把它遣除掉之后，只有去入于瓶子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以遣除的方式去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想要说，就是能全瓶子的声音呢，它是用潜入的方式去入瓶子，就是它是用遣除的方式呢去入瓶子。那它如果不是以遣除的方式去入瓶子的话呢，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？它如果是用沉入的方式去入瓶子的话，会有什么过失呢？就是当我们听到能全瓶子的声音的时候，它如果不是用遣除的方式，而是用沉入的方式去入瓶子的话呢，那就表示刚刚所讲的这些5个特性，像是瓶子的无常、瓶子的刹那性、瓶子的有为性，那瓶子的能分性这一些呢，就是当能够诠释瓶子的声音呢，我们讲瓶子的时候呢，它同样呢，它也能够去入像是瓶子的无常、瓶子的所作、瓶子的刹那、瓶子的能生这些，它全部到同时去入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讲瓶子呢，就讲能全瓶子的声音的时候，就讲瓶子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够理解到瓶子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就要说它是潜入的方式，因为它把瓶子的这些特性呢，全部都排除掉、遮潜掉的缘故呢，所以才叫做它是用潜入的方式呢，去它是用潜入的方式呢去了解致敬。那所以呢，刚刚我们就讲说潜入呢，就是有2者。那第一个呢，就讲到说能全身；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说觉知里面呢，属于分别心的部分。所以同样呢，就是实质瓶子的分别心呢，它是如何的？它对于瓶子呢，为什么是用潜入的方式呢？就是像刚刚讲的，它是于自境呢以言之力去入。那如何以言之力去入呢？就像刚刚能全身一样，就是当分别心呢，它在去入瓶子的时候呢，它呢对于说瓶子所有的这些特性，像瓶子的能生性、瓶子的刹那性、瓶子的无常性、瓶子的有为性等等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去入的，它是为止去入瓶子的缘故，对于瓶子的这些特性呢，它是去除之后或是排除掉之后呢，它为去入瓶子的缘故，所以呢，它对瓶子呢是以搁浅的方式去入，就是这边讲的以言之力去入。所以我们在了解说，就是能全身是如何以言之力去入瓶子的时候呢，那同样呢，就是实时瓶子的分别心呢，它是以同样就是排除这些瓶子特性的方式呢去入于瓶子的。同样的呢，如果像我们讲说正德平或说直直平的分别心呢，它如果是用程度的方式去入瓶子的话呢，那会有怎样的过失呢？那就像刚刚讲的，就像刚刚我们说能够诠释瓶子的声音呢，它是唯有诠释瓶子之外呢，它没有办法。我们在讲瓶子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它除了诠释瓶子之外，它没有办法诠释到瓶子的无常、瓶子的刹那、瓶子的能生、凭着有法这些特性。那同样呢，我们在讲说，直持凭着分别心呢，它如果是用程度的方式呢去入瓶子的话呢，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变成说，我们在直持凭着这个分别心呢，在证得瓶子的时候呢，它同时也要证得瓶子所有的特色。就是我们在证得瓶子的分别心呢，现起直持瓶子分别心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当下，我们也会直持到瓶子的无常、瓶子的能生、瓶子的刹那性、瓶子的有为性等等，这个时候呢会全部同时的证得。那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呢，有什么样的过失呢？就以我们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们心绪之中呢有证得瓶子的分别心，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说，虽然我有证得瓶子的分别心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证得到瓶子的无常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我们证的瓶子的分别心呢，它除了证的瓶子之外呢，是没有办法证得瓶子的其他的特性。所以呢，就讲到说，这个呢，就是它为什么是讲到说，它是以排除的方式呢，去
理解瓶子，或者说它对于自净呢是用盐之力呢去路的方式呢，就是排遣的方式去路的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已经讲完了说潜入的部分。那至于沉入呢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就是在三者有尽呢，那就剩下觉知里面呢，就是无分别心的这一部分。那我们就讲说，瓶子的沉入是什么呢？就讲到说，就是直瓶的演示。那直瓶的演示呢，它是为什么对瓶子呢是以沉入的方式呢？就讲到说这边就看到它的定义，就是它的性相呢，直接讲到说于自净以事物之力去入及沉入的性相。那什么叫做于自净呢？以事物之力去入呢？就是当直瓶的演示呢，他看到瓶子的时候呢，那事物之力就是说它的存在的方式，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时候呢？那进入直屏演示的时候，就是瓶子它是如何存在的呢？那直屏的演示在看到它的时候呢，就是以这种方式呢直接显现的，就是它在直屏的演示在去入瓶子的时候呢，它在显现的就是瓶子它是如何呈现在那边的时候，那演示在显现瓶子的时候呢，就是以这种方式所呈现的。那这是第一个解释的方式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提到说，就是像刚刚讲的，就是别于潜入的方式呢，它是把一切就是瓶子之上所有特性呢排除掉之后，然后唯独去入于瓶子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以言之力去入。那在以事物之力去的时候呢，那就是相反的，它是在正得瓶子的时候呢，就是直瓶点是在正得瓶子的时候呢，它在去入这瓶子的时候，是把瓶子所有的特色呢，也是同时的去入。就讲到说，像是刚刚所讲的，像是瓶子的能生性、瓶子的刹那性、瓶子的无常性、瓶子的有为性呢，它是同时去入的。只要和瓶子它是同值的这些特性呢，同值就是同一值，同值的这种特性呢，就是瓶子的演示呢，直瓶的演示呢，在去入瓶子的时候，和瓶子同值的这些特性呢，会同时的去入，就是会同时显现。那以这种方式去入于瓶子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沉入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又提到说，于自净呢，以事物之力去入呢，即是沉入的性相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像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诸能全身与分别呢，就是前者，就是刚刚所讲的，只要一切的能全身还有分别心呢，全部都是属于前入。那诸现前呢是次者，那一切的现前呢，就是属于沉入。那就讲到说潜入的方式呢，就是刚刚所讲的，就是言之力去入，或者说潜入呢，它就是用排除或是遮除掉的方式去入，就是它遮除掉一切瓶子其他的特性为去入于瓶子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叫做潜入，就是排除掉这些特色。那沉入呢，就是具备这些特色，技术具备这些特色去理解的缘故呢，所以具备这些特色驱入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沉入。那这边就是简单的讲到说潜入跟沉入的差别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呢，我们必须领会为于自显现笔法，而彼之总称之为言，谓以彼之力去入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以直屏的分别心来说的话呢，它是如何呢对瓶子是用潜入的方式呢？那这边讲到说呢，于自显现笔法，就是说对于呢瓶子的分别心呢，它在显现笔法就是瓶子的时候呢，就是直屏的分别心在显现瓶子的时候呢。它是对瓶子以总称之为言的方式去入。那什么叫做以总称之为言呢？就是它是用一个异共相的方式去入的。这边总称之为呢，就是直瓶的分别心呢，它去入瓶子的方式呢，是用异共相的方式去入的。异共相的方式去入的方式就是呢，它是显现，就是它直瓶的方式是显现异共相的方式呢而去入的。那什么叫做以显现异共相的方式去入呢？就是像刚刚所讲的，它是唯只会现瓶子的异共相之外呢，它没有办法现起瓶子其他的这些特色，所以呢，称之为说以彼之总称之为言，然后呢，以彼之力去入，就是它是透过异共相的方式呢去入于瓶子，就是它所显现的呢，为显现瓶子异共相之外，它没有办法再现起瓶子其他的这些像是无常性、能生性、所说性的这些特色呢而驱入，所以呢，
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它在显现笔法的时候呢，是以总称之为言，就是以义共上的方式呢去入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说晨露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我们说直屏的演示呢，那于字显现笔法是以字相成为事力之力去入，故谓以事位之力事物之力去入。那这边讲说直屏的演示呢，它在显现瓶子的时候呢，它是用字相成为事物之力去入。什么叫做字相成为事物之力呢？就是瓶子的演示呢，它要显现瓶子的时候，就是瓶子这个东西呢，它一定是要是志向成为事物，就是它一定要是存在的，一定要在眼前。就是为什么瓶子的演示呢？它不是用异共上的方式呢去入瓶子的呢？因为我们的演示要看到瓶子的时候，一定要你的眼前呢一定要有瓶子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看到瓶子，才有办法升起直屏的演示。那如果是用异共上方式去入的时候呢，就比如说直屏的分别心，就是不管说我们的线前、我们的眼前，不管有没有瓶子呢，我们直屏的分别心呢都是可以显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可以驱入于瓶子的异共上。但是直屏的演示，因为没有办法驱入瓶子异共上的缘故呢，它没有办法显现瓶子异共上的缘故，所以呢，只要是这个它没有办法在眼前成为志向，成为事物，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是真实存在于你之前之时呢，你是没有办法驱入的。所以这种方式呢，叫做以事物之力驱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讲潜入跟沉入的时候呢，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用刚刚所讲的，就是你能够排除一切之分去入的方式呢，叫做潜入，然后呢，具备一切之分去入的方式呢，叫做沉入的话呢，那这样去理解的话呢，其实是不论是哪一个呃不论是哪一派呢，都是可以做如是的程序。因为如果说在这边呢，讲到说像是以自尽之言，以于自尽以言之力去入呢，是潜入的现象；那于自尽呢，以事物之力去入是沉入现象的话呢，那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会有一些争论的，因为我们在讲说，无论是分别心也好，或是非分别心也好呢，它都是有属于就是服顺于现实的，就是服顺于限量跟不服顺于限量的。那以不服顺限量来说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说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这个演示呢，那这边来说呢，它是排除掉，它是具备之分的方式呢去入的，但是没有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称它为是以于自尽以事物之力去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于自尽呢以事物之力去入的话呢，以自尽以事物去入，它是要符合真实状况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说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这个演示呢，它并不是符于真实的状况，因为月亮其实只有一个。但是呢，一些特殊情况是我们会看成两个呢，它这并不是属于真实的状况。所以呢，在讲到说于自尽呢以事物之力去入的时候呢，就是辩论起来呢会有一些争议。但是有像刚刚讲的，如果是排除排除之分，以排除之分以排除之分的方式去入的话呢，是潜入；那去除之分的方式去入的话呢，是沉入的现象的话呢，那这样子解释的话呢，就比较没有过失。今天呢，就是讲完了潜入跟沉入。那我们对于色类学的学习呢，就是到今天呢，就是正式的结束。那就是呢，我们学习完车类学之后呢，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重新呢再去复习一遍车类学的话呢，那其实你在看一遍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车类学其实变得比较容易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把色类学呢，就是归纳出一些，然后把它作为题目，然后这些题目呢都会附上答案，然后之后呢，大家就是好好的学习这个问答的部分。那就是明确说到时候他来台湾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个色类学的这些问题还有答案呢都带过来。那大家在学习这个问答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当你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，你就等于是再重新复习一遍色类学。那同样的呢，将来我们在学心类学的时候呢，那在学心类学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再回过头呢，然后再看色类学的时候呢，就是边复习。那这样我们对于色类学呢，就会越来越清楚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学习呢，就会如同像爬楼梯一样，一步一步呢，就慢慢的增上。